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7日，约伯记5章80到90安尼讲：若是我要求上帝，将我的案件交代伊。伊做的代志大甲袂测度的，伊行的技术这甲算袂了。三甲来祈祷，所做袂测度的，所行的技术算袂了。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至权至尊、至大至圣的全能独一真上帝，主啊！你的荣光遍满全地，你的权能充满伫通世间，你的信实大到诸天，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主啊，愿属你的儿女。要日日来学乐，甲称颂你，主啊！世间人追求顺遂甲平安，济人追求好业甲富有，总是空空着磨，因为因独无找求你。主啊，若是阮要求上帝，将阮的案件交代你，因为你做的代志大到袂测度的，你行的技术这甲算袂了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。祝你平安。